陈廷辉表示，台南铁路地下化是台南市发展的重大工程，地面的立美化更是市民高度关注的重点。伊指出，这不只是景观美化工程，更是整合社区生活、交通安全甲历史文化关键。规划一定要符合学校、里长甲民众声音。里长，我们的校长都非常的关心哦。那眼看明年我们就要完工了，起码咱大家拢在讲，每年的完工，每年的完工。好，那完工的部分是地下这个土建的部分。那么在整个其实跟我就在等到要真正通车有一段时间了哈。但是因为大家都很期待，当你地下土建完成，是不是地上？这个部分打算我们要怎么做？8.23公里这么长，我们要怎么做？未来到底怎么规划？那规划之后，我想沿线一定要结合在地的这个人文啦、生态的特色，还有这个铁道的意象，怎么做一个结合以外，还有我们担心说，这个规划完之后会不会有这个淹水的问题？之前里长一直在提醒哦，还有就是说，到底要种什么树？这个绿园要种什么树？不要树种了之后，让未来的整理或是串根会衍生很多的问题。出席里长也代表李明提出对着工程进度等等的问题。到底咱这个工程，这个偌久才会当完成嘛呢？你用多少？你用多少部分？你整个那个地下道下去哦，会到南塘桥下去，还是一个覆盖安尼？我希望讲，阮的人造这个上汽油电网完了两侧1公里的两侧，所有的征收的一寡部分是。咱当然是物质的物资，也是咱要来做回馈，要来回转啊咱这个公园来，也是道路顶环。除了社区民众声音，信公路中也提出交通动线甲学生安全的观测。伫开元国小、大公国小、新公国小，也表达必须要将校门纳入一致性的设计规划。对着这意见，陈廷辉回应指出，目前整体设计甲规划作业已经伫咧2月18号完成招标作业，由特标设计公司进行后续规划。伊强调，8.23公里的铁路地下化、立美化工程，不仅是一项重大工程，更是台南未来重要地标。后续规划一定要以开放透明的方式，甲地方持续沟通，纳入各方的声音，确保设计更加搭建在地期待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